佢哋諗住我哋會無條件投降，呢個夢想佢哋帶入墳墓啦。我哋絕對無意侵犯鄰國，正如我講過好多次，佢哋係我哋嘅兄弟，我哋必須同區內呢啲親愛嘅鄰邦攜手建立和平同安寧。我希望發生佢嘅事，同埋我哋尋日嘅臨時領導委員會入邊做嘅決定，呢個決定已經通報咗俾武裝部隊，由而家開始，除非鄰國想攻擊我哋，否則唔應該攻擊佢哋或者發射導彈。我認為我哋應該透過外交手段解決，咁樣就唔會因為同鄰國交戰而面臨問題。我哋致力於遵守國際法、人權框架，而佢哋所講嘅原則基本上都應該堅持呢啲，並且尊重所有國家嘅權利。當然，佢哋無權忽視伊朗。喺呢度，我要代表自己向受到伊朗攻擊嘅鄰國道歉，因為我哋經歷咗一啲突發情況，我哋嘅指揮官、領導人同埋我哋親愛嘅同胞，實際上係因為殘暴嘅入侵而喪生。我哋嘅武裝部隊，我哋嘅英雄，佢哋犧牲生命，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去捍衛我哋嘅領土完整。當指揮官唔喺度嘅時候，佢哋有開火權，並採取咗所有必要行動，以尊嚴同力量保衛我哋嘅土地。嗰啲嘅轟炸中殉難、無辜受屈嘅學生，仲有不幸存在嘅過程，佢哋中意炸邊就炸邊，完全無視所有國際法。當佢哋做呢啲事嘅時候，甚至連學校、醫院同國內各種中心都唔放過。